好，来继续来看蔡总统执政3周年，两岸政策协会嘛来公布民调，而维护主权这个部分，民众的满意度是高达5.7%，那就任以来的表现，无满意度5.3%，满意的是4.1%。学者嘛，甲蔡总统拍分数，拍70分左右。国民党嘛来召开着执政检讨的记者会，国民党的党主席吴敦义酸政府无合格，来指出着蔡政府执政的4大缺失。阮是抗总统蔡英文执政3周年，学者甲拍分数。目前来看的话，我认为是70分。蔡英文做了很多的改革，但是改革似乎呢只有受害者，没有受益者。无算悬的成绩嘛，显示伫民意调查，依照两岸政策协会伫5月16、17两天，采样169个人，对着总统伫维护台湾主权满意度有57%，无满意的36.3%。就任以来表现满意的干那4.1%，无满意的超过5.3%。若是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，蔡总统的声望赞同为1806年5月份的39.4到1807年的39.2、1808年5月份升到43.1。有关无赞同的为1806年5月份的51.8到1807年5月份有47.6，到1808年嘛有46.8。所以3年累积下来的施政失败的政策超过数百件。所以，我是讲，这日国民党嘛开记者会，将政府的政策分无共款的时间来做检讨。其实交出的都是不合格的成绩单，运用他最后执政的这一小段，做好的表现，将功赎罪。国民党继续咧批评总统蔡英文换一个方式，爱民众支持，要拼2020总统大选，立地变哪天。